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和嘅好馬介紹紅衫咧就紅當當啦，禮外邊拜順線第一走咗場上嚟啦。咁再見到大家第三位啊，咁樣出咧邊有到6號無情內欄淺藍衫一個仲有二槍騎兵啊，對出白衫騎上去啦，仲有呢隻手到再來啊，馬林中間就不假外求啊，出閘5塊黃帽走翻上嚟，大約第7位仲有知恩圖報啦，啡色衫內欄啊，咁啊白帽嗰隻就官萬物啊，後邊5匹馬神驅馬靈白衫尾5啊，尾4藍眼罩旋風傳奇啊，後邊3匹馬出邊係轉得勝內欄呢，咁啊尾3位置呢，仲有呢隻怪獸叉燒啊，嗱鼻褪咗喺後邊好細隻嗰隻文定巔峰嚟噶，好啦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劍無情就埋到嚟放，外邊手到再來都走埋上嚟啦，內欄第3係順善寶啊，中間第4位呢，仲係紅當當啦，外邊位置就不假外求啊，內欄啊跟住個第6位度啦，仲有淺藍衫走咗出嚟，中間移槍騎兵啊，揈出去外邊有知恩圖報啦，神驅馬靈啦，偷入邊上有官萬物啊，最後直路手到再來就出咗嚟先啊，後邊追上嚟噶嘛，根據個跑線呢，有官萬物啊，中檔位置仲有順善寶啊，最出嗰邊啊知恩圖報啦，淺藍衫呢，仲有呢隻移槍騎兵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佔先噶嘛就順善寶啊，埋邊官萬物上咗嚟啊，咁啊再見到埋邊手到再來啦，出邊用個知恩圖報啊，最出嗰隻神驅馬靈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官萬物已經係透出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嘅馬呢，順善寶響中間，出邊呢，追上嚟有神驅馬靈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手到再來，知恩圖報比較接近啲啊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官萬物都係前中段貼欄嘅。